家家有好事，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泽伟。大家好，我是英英。俺主持研究的啊，俺问哦，有好多动到主动式的技巧吗？当然有啊，我大班还会做笔记耶。我看到正经还唔上口哦。係呀。跟俺問哦，中式到西式的主動式的方法有幾多種？哦。係本5秒鐘的時間講出3秒3、2、1。我同你講，中式嘅料理哈，有用脆蓋，用泡蓋，用水煮蓋，還有涼拌蓋，還有燉湯蓋。給西式嚟啦。哦，好，西式好，來。用兩用煎蓋，用配蓋，還個用泡蓋。還個少講一隻啊。冇啊，差唔多。用整呢？西式用整。冇，但個冇寫哦，冇用脆蓋哦。馬上講，要用整呢咩做得啦？西式嘅料理，你睇下，有披薩啊，蘋果派啊，還個燉盤啊，你啷個講？來張用脆蓋。馬主任講做節目按認真的，你都唔相信。望係喊做出來，用講。真面本人看，乜該西式嚟用整呢咩當方式？好，我記起來。好，當厲害。咁樣，盧俊斌，邊個？邊個？嚟國家咧。嚟國家嗬，嚟家家用英英啲爭執啊！我講西式咩用整呢呀？嗬，你都唔相信，講俾聽。你的專業喺呢邊，你買入教過西式用脆蓋。以前冇教過，見邊嚟教佢哋教？我梗係記起來哦。做得記啦。一般嚟講，嗬，譬如講披薩，你用白嘅，用烤嘅，嗬，係用乜嘅人家講？用煎嘅。用煎嘅，嗬，譬如講係用乜嘅？用泡嘅，用整嘅，我攏講係沒有試過。唔過我喺香港自家講咧，譬如講煮飯好誒，咩做得用整嘅冇？其實未做得啦，你就係講對煮東西啊，像是久咧，無個都緊來煮啊，像是吼會感覺哦做了行菜袂發動到時間，所以感覺從頭你在講啊，該4寸的菜，2寸當時時候咧啊，冇豆腐下注意個動麻煩，因為久啊會處理啊，你都動麻煩啊。還有一件事。我最近我看到你便利商店有冇？有賣一張很多蒸的蔬菜，用整的微波嘛，還有用整。佢係咪算西式料理一種？佢咪用整？沒算，兩樣。你看，係唔係？係啦，你只用到咧，可能有香菇啊、蘑菇啊，那啲根莖類的東西樣嘢啦。你開始用他講，佢咪嚟做真的西式料理？係，真嘅，真景用整呢，哇，好繞舌哦！真的西式料理，真的哈，跟開始嚟做好嘛？先介紹屉刀菜係乜嘅？你我係準備咧野菇薑黃嫩雞70頓飯。幫我講錯嘅哈，平常時你講嘅頓飯嘅話，愛煮當酒啊，哈，你用整呢咩做真面本他噶，係用脆嘅。你好，你講煮咧係頓飯哦，從我講用煮咧係炒盤，可能做得先到盤煮熟，但是頓飯正經我做頓飯，即係一天我用咧生米，一天我用咧係生米。佢用乜嘅米有關係冇？譬如講係想愛食下鹽咩啊，一下料味啊。其實我愛春用。家豆腐它是用一半的米是做的嘞，那旁米做的嘞。因為我就幫你問，你還不記得？其實是咧水分好是正差多樣嘅啦。你講等下會用當多嘅材料，你看，用咧有美白菇啊、紅絲菇啊，又用咧菇類東西啊，佢嘅水分當多，所以佢咧水會變好少啲啲。你不用介料啊，你都。佢條全部出水啊，所以而家用嘅水會少啲。還有加用從頭是增加它的甜味嘛。看到一樣東西，它貼片，你係乜嘅？你係薑黃粉。請問一下薑黃粉，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什麼？
提高免疫力。很好。唐贡它是那个就是香料之后，嘿，那你知道香料之王是谁吗？是吧？马上是我。这个不用记，这个不用，我尽量你记起来啊。好，葱头，你就先来切的，好，哎，来切它葱头。姜黄粉哦，刚刚已经讲了懂错哈，就是说，姜黄粉它可以提高免疫力。你要懂史航生，懂饮食酒也会用姜黄粉来解酒。对啦。我觉得姜黄蛮好的，你可以不用咯，中马可以讲很多香料之后，跟不用咯菜啦，不用咯饭啦，不用咯肉，全部都做得。好，从头来。其实你最简单嘅煮法就係老盆用下煮，我就係炒炝菜先加啲落去。嘿，像你说异国料理的时间懂多，比如说印度，抓饭的时间就吃得多哈。上下来切嘛该。盖肉，好。鸡肉的饭有腌过的哈。有。你喺鸡饼肉嘛哈。盖饼肉。好贴心哦，骨头是成稀的嘞哈。用到了胡椒，看了一粒胡椒啊，哈，香料啊，了到，好。都先落去卤一下，让人做得咧。竟然吃到吼，有的人讲油盐它多诶，吼，我知道用整类来做菜，其实蛮好的。系啊，因为讲上次讲的煎东西啊，那个吼，莫是破东西，豆腐下其实好莫按放片啊，所以讲为油啊，为春下来哈。还有适合嘛概念冇，譬如讲适合。一家1-3年，要利用公婆住套房，就是小家庭，很小家庭。要不卡可能冇按到诶，没有抽油烟机，有天方没做的，天方没做的。切的部分好诶哈，嘿，先准备好咧，开始咧，先组装了哈。米，嘿，先讲几多米，应该先来冰了。你也差不多几多？要差不多半碗，差不多1比半呀2比的米。嘿，差不多碗哈，你个。遐切好的咧葱头，下冰的顺序有建议讲爱生冰嘛？其实冇买的，哈，都冇买差，因为应该伊讲全部材料都系冰。哦，好，生冰葱头，好，还有冰嘛该？那也鸡肉，遐切的东西先买。鸡肉，哦，用一点点咧蒜泥。当然啦，你想爱食蒜米较重的就冰较多点哈。好，冰一点点那啲香料，好，意大利香料，好，还有那啲姜黄粉，姜黄粉，好也是这姜润哈，那啲姜给去，哦，那你怎么知道我心里要问这个问题？你不要都不抄起来，等一下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哦。就自己说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还有重播时间，请看这里。很香啊，你看呐。配色啦，遐是配色。你不是泡哦？不是，等下去会脆的，直接去做。你出不出水的？好，我说。香菇，是菇，薄薄的。当然啦，爱什么菇一家，中央吼落花一支一家标。那我有8天1天丝哦。所以讲，我冇看到有标。青色的青菜，因为你讲这迄呛色的啊，脆落去会变色，冇按酱。今日做不用花椰菜嘛，但是要你做得分两边冰，可能你俩讲准备好咧，先落盆来煮，都袂熟的时间，再落枪才冰上去，再落放去脆甜白样呢。好，你要冰嘛该？奶油，你会。跳下讲几多的米，好，安尼是加盖水，好，你迄有调过的奶油吗？系有调过咧白酱，啊你一半吼用咧这样一半的冰水，好，系买冰水。那你个白酱系挑嘛个东西？你不有个鲜奶油啊，哈，有鲜奶，好，还有炒到咧香料啊，然后都有炒过，煮过样子。所以几多的米，那是用几多的水，但是又调一半的咧白酱，好，要做一般做焗飯呢嘅調料就炒嘅啦，係，好，共用均勻混合哦，水滾嘅吼，其實要因以後咧，我可能有啲係脆嘅咧，或者太脆，我是講，伊講好，咱一定開始
直接用到一天无，轻下去。仲唔係講難事，可以講防騙。哦，方便啊，冇乜馬到動嘅，乜馬動嘅。因為唔是樣樣挺貴啊，大火啊、細火樣樣。好像是講水煮灶廳嘅，唔啲啊，所以我哋講要天幕吼，變個天幕啲位度，好方便。生意哦，生意哦。好嚟，好水滾變下去，安尼變下去整差唔多要整幾久？佢咧從迄煮盤嘅時間長咯，差唔多會10分到20分。20分啊，就算哎，你算小麥已經講嘛，一杯水差唔多20分鐘，算20分鐘，差唔多20分鐘再來啊，看你嘅嘅煮飯嗰邊我買。係，好。哇，20分鐘過去，冇想到按講誒，我攏講，唔係冇講吼，唔係用整誒，我唔相信，我老多用炒誒，當冰下去，像冇？其實是從嗰個煮盤樣嘢啊，那東西啊，好，直到佢冰落去，脆好咧。就像煮飯樣誒啦，像煮飯樣嘢。阿斌講係問咯，像一般來講，我用天鑊煮嘅話，有人會慣用。譬如講，我用鑊蓋做個鉗，你係講保鮮膜鉗咧，這樣整，安尼好冇？其實吼，安尼防水。其實會看嗰啲喙門嘅東西嘅。像是以這道來說，其實你還好，跟你講個盤哦，像是鉗你係保鮮膜啊，佢嘅水分哦，電到很會跌好多到啲位度，係，所以我你講。你吹盤是直接俾你吹熟咧，建議冇鉗蓋，因為咧水汽啊，佢鉗保鮮膜啲水汽度咧，保鮮膜彈高嘅，如果係跌轉移，如果係跌轉移咧，佢水汽冇辦法，所以變它濕，係會好濕，那就會變霉咧。沙下來冰乜嘅？啊來係啲cheese係那個冰裝。也是一般你啲冇俾買煮飯嘅啦，披薩嗰種 cheese。因為學啱啲講盤越脆好啊，sausau嘅時間是誒，實實冰落去，學實實冰上去。好，哦，佢還要盤還凍燒嘅時間啦，哦，所以讓佢攪攪嘅。哇！攪攪等下是從那焗烤樣因為天氣。真的，很香哦，哦，好香哦，我覺得這個好香，還有那種異國的那個。很像西班牙燉飯呢，你係食啦。但西班牙燉飯來，來幫我看一下。來去了，哇，很香哦。其實係，所以你哋燒嘅時間哈，你看燒嘅時間，實實攪攪樣嘢，係好攪落嚟係擺到盤嘅東西。誒，其實都簡單呢，嗬。係啊，其實都目前看起來冇像係用脆嘅。係啊，你看，我相信係冇。你看你簡單樣嘢，好棒啊！擺到盤紅葉魚嘅春湯水咧，一盤佢300克。韓國成日大片檔嘅時節，用脆咪唔驚脆。係啊，好漂亮哦！唔通係講你用整嘅冇唔相信，不過慢慢看啊，就正經做本睇下看吼，啲木卡咪做得做當厲害嘅料理哦，吼，用整嘅去做得咧，好，你包尾咧一定要非常厲害嘛。係，上意。而且時節佢喺做在攪攪嘅，然後我加胡椒粉，你說加胡椒粉，味到胡椒粉，你味到胡椒粉，配色啲嘢。當地選嘅嗬，一聽到啊！佢成日係第二個胡椒粉好搞。誒，聲音講出來唔是標。好嘞，安尼就做好呢。你看，哎，你做東西有沒有覺得很優雅？有沒有什麼油煙味？又做得安尼非常非常優雅的做好這一道。先看做，對，哦，一般可以春湯賣。係呀，好，來龍太家講，搶太家什麼雞？野菇薑黃嫩雞cheese飯，來咯。回锅樣面，好，胡椒粉、蒜泥，係意大利香料，你係乜嘅？秘密是，你係
白兰地。哎呦，按有钱了，白兰地，用白兰地啊，啊是嘞，全摆好嘞，好红的你来盖牛，好，捡起来哦。爱整个球，其实蚕豆春脆炒成分就，哇，好漂亮哦！捡好嘞。野菇姜黄，我先起司饭，冇想到哦。哎呦，你真正系做水的哦。係啊，你看，你講，一是凍簡單的盤啊，了就濃濃的啊，蓋牛了就很冰冰的冰而已，是冰的脆，脆好咧，咧氣勢後尾較冰。之前樣一講是春啊，是咧燉飯樣樣。本來講驚喜的，係講，我咬到個野菇脆脆的感覺。本來平常時吃的冇香，可能有長時間煮的話，還煮。可能又煮得比較久一點，因為佢要做到水，做到啲海水，好好吃哦。係用脆嘅吼，啲嘅水分自家釋放一啲啲出來一點，係嚟切切。韓國咁嘅蓋肉啊、凍卵，我感覺雖然你喺家人可能對西式料理上是冇按習慣，咁講我感覺大家聽咗去，而下因為凍理會加你嘅枸杞，枸杞甜甜嘅味道，撈你嘅蓋肉。凍特皮，加一張米絲出來，它東西啊，唔單淨係講配色，啲配咧味道啊，咧都其實咪有契合啦。係，我出講啊，整嘅東西哦，大家只有講，整一人用吧，其實當簡單，你只要食材選得對，錯嗎？狗啊，是後飯還是乜嘢？我係是嗆菜，雖然你要香菇、野菇。不過我係咪感覺做媽媽已經嗬，去到嗆菜係多啲。唔係，今日做雞肉哦，食唔辣。雞肉辣，你用用下下起來。哎呦，你啱那你沒做到？韓紅菜哦，香草培根雞肉派，搭蒸蔬菜。哎呦，好啊！你真挺懂厲害，他真的很想來上我們主廚任務，下次弄一個挑戰給他哦。這樣也可以符合我們倆。我唔記得咯，我做乜嘅？我做係乜嘅？香草培根雞肉派搭蒸蔬菜。哎呦，來咯！嘿，香草培根雞肉派搭什麼？搭乜嘅？蒸蔬菜。來出用緊啊！緊啊！用真緊的哈，好啊，就隨時都要考你，不然你看蒸這件事你都沒有寫起來，好不好？好。糖迄個所以兩種菜哈，夾芎下，啲夾芎下，然後而家係主食菜啊，要配菜。聽話講緊你講煮咧配啊，是用咧肉啊、香菇咧都冇配菜。你啱啱啲時候咧配嘅菜，哎呀，真係很會想哦。唔過，二嬸同大家講，我們在蒸蔬菜這個部分啊，特別要選哪一種嘅蒸給它好？選咧吼好切好嘅那種，吼，除咗切咧種，像咧葱頭啊，吼，甜椒啊、光嘅啊、風嘅啊，還有吊菜，吊菜樣嘅，好，所以你是選咧種嘅菜來脆樣嘅，係。平時咧做咧跟雞肉派，咁你也先到咧主角先嚟做好。好啊好啊，主角就是雞肉派嘛哈。等一下，培根要準備好咧，嗰種一般都喺超市啊，咧都有穿青的多，所以這比較買注油誒哈。好，我先處理雞肉哈，雞肉香香，你骨頭都起脫咧，唔加係唔係要用香料先醃過？係，嗰啲先佢攞去滷過樣嘅。你滷乜嘅東西？其實底部咪可能用到香料啊，哈，有蒜泥啊、胡椒粉啊，咧都有，好，還有一項東西等下秘密武器是啥味道？喺這個不用買嘅東西。糖起了培根雞肉派，你就切安陽去。可是這個派是要捲起來，還是？我建議咧，你牛好等下會控到咧培根底位度，控到底位度。古時候講，將會切一條一條，用培根差唔多芎用太，這個嚟切一塊塊咧，切一塊塊樣嘅。所以到底位去會好像咧肉捲樣嘅感覺樣嘅，包到底位度。蓋比呀。滷幾久？我講是安布嗎？唔是，啲只係滷
到20分钟样子。20分钟就到得嘞。录20分钟。好，跳完开始基本的个调味料，好，你还会用到，再个用到拍的胡椒粉。好，拍胡椒粉，还有用到咧蒜泥。好，香料跳又用咧，该十个又用到。意大利香料。好，你啊，你系乜嘅秘密武器？你也是秘密武器哈，你系乜嘅？啊，你讲啊，你一般讲芥末啊，好几位有梅头，有鲜梅，所以我讲可能冲到大家上嚟多酒，穿用埋酒，米酒，是用米酒嘛。西式可能又用咧白酒啊，那啲，你用冇强龙，还有冇强龙嘅酒，马介酒，系白兰地。哎呦，按有钱了，白兰地，用白兰地呀，两因吼，阿多了的芥末地白毒，好是主要是芥末，咩冇踢到有上升嗰時，秘密武器就係咧，白蘭地，好去啦，用一般加米酒，哇，好香哦，你看咧，竟然還加紹興咩做得咯？未做得你看，你講嘅梅頭，哇，冇強咯，屁嚟都是會動搖。咁芥末準備好，係一啲啲嘅配色嘅，等下所以我哋要用一啲啲咧嘅巴西利，巴西利嘅剁油油咁樣，切油油嘅嗬，最後當冰爽去咁樣，等下爆到地白肚，因為要梅頭咁樣，一啲啲嘅梅頭。好，你說等佢下安尼雞肉件呢基本的皮料準備好咧，來切香菜咯哈，就是蒸蔬菜部分哈。所以，其實是讓你講跳下準備咧盆啊，那種放去強濃啊，讓你上來脆嘅材料哈，全切切的，好，全部切切的，用到包嗰啲味道。哦，不用我問，等下整那個器材啲味道哈。其實我發現啊，到呢一下你準備嘅材料都當方便，因為做得全部種到起來表，很詳細些一面就做得可能煎下，我就做得種來食嘅。而家當到超級市場啲嗰度咩油啊，佢都搭配好嘅，就強菜，可能炒強菜嘛，佢都切好嘅。係，哦，咩做得出腳就帶轉去用整嘅咩做得啦，哦。仲喺呢啲係嗬，免菜啊，仲。雞肉卷啊，未做先煎好咧，好脆脆嘅準備好。未做得講，其實上嘅時先就拿出來，拿出來哈，拿出來脆啊，咁樣嚟做得。其實佢做得是燒嘅，未做得是冷嘅。係，冷嘅。做得是冷嘅。係，用熱天嘅時間，佢是從嗰啲配咧啲生菜沙拉，切啲從冷肉樣嘅，切泡泡樣嘅未做得。見講見來見好見呢，到底脆脆都係乜計梅頭？係啊，因為太講我講用整呢有上時候時間再唔好會發，就會變咯，好像原食材味道會變。唔過我吃到套嘅材料當中也有，你要是挑的那個食材是對的，好，我覺得蒸出來就會非常好吃。係。所以你可以試試啦，大家講講，我到底買嘅東西到底脆啊，嘅做唔得，因為咧托東西未當中啦。我講係那咧係小黃瓜，基本口感係脆脆啊，但是脆出來嘅色是唔正嘅，是樣綿綿。好，我講一定係托好嘅東西，好嘅東西做咧才好，做出來是會正。哇，你食看有這種醬，好雕菜也強用，因為特別嘅香草啦，嗬，嘅梅頭。香料。佢切的部分就切好嘅哈。好咧。下來，我哋要準備咧토마토醬。好，嚟睇佢表。我揾買乾條嘅就做得嗬，有條佢嘅東西嘛。其實等下用到鹽啊，用到咧是胡椒粉啊，都是做得咧，係。開始當然啦，菜哈，椒下。佢下一個不用鹽嘛，胡椒，係胡椒。所以你一種醬係乾條嘅嗰種醬。係乾條嘅樣嘢。好，下水係嘛？一啲啲是好咧，係一啲啲。菜未準備好咧，等下就用下魚脆。好，撒落嚟時來煎咧係培根卷。我來煎你哈。茶葉地咧係，好。錫箔紙。就係幫下配牛嘅嗰種汁，嗬，軟色嘅咧。好，攞些全部要泡咧汁。好，睇下啲堅嘅咧面嗬，嚟表材料。哦，堅片面嗬，睇下啲兩面唔同樣哦。
裂下暗的，不用搓大下，啊金的搓淡薄，哈，好，该熟了呗。因为它会集中那个热气、热度。因为通常有很多人问我，哎呀，你啲凉面又差么啊？好，其實我你講，誒，今日脖子面有啲嘅黏力，有，加熱的眼力哈。你啲撈培根哈，好，啲為咗去擺到脖子當個，哦，不用上去培根，啊一間哈會愛洗地，差唔多洗地，做底哈。一地然後一地凍哦，效果會軟強下，好，佢哋軟強下。長妹多些萃出來些散會散體，所以佢哋嘅效果會軟強下。會重疊啦，重疊。好，一時地將擺好咧，好，我呢啲係雞肉，我打打嘅。哦，你家啲切菜時間那個肉啊，哈，你差唔多滷時間差唔多，係差唔多咧。所以呢個係差唔多用到，呢個係跟咧，佢會反動嗰個地方，好反動嗰個地方。未講呢啲講撩呢個會，好，係做得爆起來，爆起來，就唔係撩出來哈，係煎起來咯，煎起來又蠻煎嘅。呢啲講好，呢個時節好兩支手嘅，有樣嘢好提出來。好，你係攞嘟好係培根樣嘢，好，你係攞嚟偏鬆嘅地方，好一片嘅手，好拉電，好你係鋁箔紙，好一片啊你嘅凍電嘅概念，總得幫佢照睇，好，所以用拉電，好幫佢煎過去，好煎過去咧，炸過煎過去，好，你頭先特別轉過來，好，轉過來，然後你係培根。小狗洗下，好，洗咯，挑淺一點點，係挑淺一點點。啊，筍條牛吼要嚼出來後，開始嚟擠落去，等佢長一下。這樣嚟從落，煎起來哦。這係是幫佢煎，好輕掉，是利用呢係鋁箔紙嚟幫佢煎好輕掉，好，好。熟梅嘅時間哦，兩片係輕點，好，第二片先。好，啊，從爆通嗰種。轉那些兩片一聽係輕的，你是腳睇咧，我是腳睇咧，所以好兩片一聽係輕好來，好轉過來一道面係，好，嗰啲轉好，像哦，你屬於煎嘅，它你啊擠，好擠到中哦，好雜的啊，你擠。剛才你煎嘅時間哈，你啲搶出來啊，咩蒜油滷豆嘅哈，按你時間差唔多嘅。你就準備愛整幾久？其實差唔多準吹炒15分鐘做得咧，因為我呢講牛啊，準切得細細地，啊菜咪切細細地。15分鐘以後再來出咗啲你好食的整嘅料理。15分鐘過後，哇！掉出來，掉出來，小心哦，小心。哦，哇！裂下出來看人愛一幕咯哈，來麻煩，謝謝雞肉卷，哇！你強用洗脖子哎，都好燙，聲音哦。你愛組裝的哈，係啦，佢先剝開來，好，聲音哦，小心。好。哦，一地位。哇，肉汁，痛啊，了都，嚼出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煎好嘞。好，師傅啊，我如果把那個湯汁倒落喺那個整的蔬菜裡邊，都沒做得好。未做得啦，前個你講會看，係水分，你講你啊，脆蔬菜咧，水分咪易倒咧。嘿，你講蔬菜，你是先來擺盤。哦，生冰蔬菜，攪攪，哇！好香哦，好棒哎哈，你不用你下出來切，嘿，你下出來切，你切嚟煎，好切下去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其實你下掃哦，上去切都會散脫。其實不用冷一些的啦，效果讓好切好唔會散脫了嘅啦。不過你要做人功夫啊。我按家時就不用讓自己不用變相，而是先讓它出來切。但是一般愛你講脆好啦。係最好是。凍掉，凍掉，最上愛食的呀。
哇，给你先摆一件好的啦，然后一件，我想。你就会带偏动了，让茵茵带回去。还有两地人一地哦，对哦，再来装一点点盘饰吼，嘿，让茵子米糊嘞，好，白盘，哇，漂亮哦，好，哇，烟蛋没所以做来细串，真劲，安尼动枪饭店买转来，来动态讲抢大家什么该？香草培根鸡肉派搭蒸蔬菜，哎呦，很强哦，你咧棉花糖，加吹粉去融，开始做咧麦芽糖，哦，跳跳看一下，哇，好可爱哦，斜拍哎，当然我咧是实实啦，伊叫的，好，哎，我来去控下伊，好嘞。哦，给一天那小时的时间哈，冷藏15分钟转来，哇，哎，心情都变得浓厚呢。香草培根鸡肉搭蒸蔬菜，把最难的自己念完，我当然会答对啊！你真的很好笑，你真的很好笑，那个也很深，你又输啦！你人好好，把最难的念完。好，那鸡肉派。哎呦，又哎呦，你。很香哦，你个白兰地。嘿，你看个白兰地的咧香味。像咱讲一般，就在概念哦，创作时讲讲，有咧概念咸啊，那对。其实咧是培根伊个烟熏的米头，每位看过概念米头，好，啊还有加咧白兰地，香味。来吃到白兰地本培根的肉丝，还有鸡肉肉丝哈，用用它是很好的媒介。来吃到还有你吃的蔬菜，来讲真金花，虽然它唔敢吃雕出来的，不过雕出来的老头妈豆竟然那么合哎，酸甜甜啊，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冻甜。我讲等下有人一听咪讲。阿炳講，我食冇鹹嘅，我當然係食甜嘅，係嘛？有講嘅咧，其實講師兄喺講，聽佢講啊，四川嘅咧，他一定是咧燉飯啊，是他是咧像煮菜樣嘅，因為恁煮菜可能會選咧牛排啊，雞排啊，對，今天我哋咧培根，師兄我哋煮菜哈，其實煮菜啊。是甜点，送客啊，还没吃甜点哦，还有甜点。哎，你个擦，莫去咖啡好吗？咖啡，做一下甜点样子。哎呦，我哋做一下，嘅係綜合堅果雪 Q 餅。综合鲜果雪 Q 饼要坚果，鲜果感觉也很适合你啊，一直要减肥。好，但是雪 Q 饼听起来还蛮肥的，但是很好吃。好，来看一下综合鲜果雪 Q 饼。综合鲜果雪 Q 饼，有食到的哈，因为系甜解。系啊，雪 Q 饼啊，一定讲本地呢好是甜的，雪 Q 饼的概念係乜嘅？其實我哋是 Q 餅啊，是用咧棉花糖，當做合種啊，做咧麥啊，等下讓我哋全部嘅材料嗬，出研究下。我想唔到，一般來講，我們在做甜食的時候，一定要進烤箱啊，用整的甘州，對，我這樣表情很機車嗎？甘州，對，做得啦。好，呀，全部材料研究下，而家媒介是嚟講棉花糖啊，還有香味，我哋是要準備咧奶油，有冰到咧，記唔到，我教基本教台這個咧方式，這樣。
真紧係零失敗，真緊按到零失敗。看見面有多特幾傻片，零失敗。嘿，所以到你係吼，會有병下去，你咧棉花糖，棉花糖，哦，你咧。其實沒有比例啊，那個講咧奶油大概係100克啦，好100克奶油。棉花糖幾克？棉花糖就300克，哎300克。我以為你會回答我有幾顆。去年種好雜啊，該是爆幾豆，幾處潤下好咧。係幾包嘅好，你可以啊包。好。呀，會讓嗰啲係棉花糖啊奶油，병下去幫佢脆熟咧，哦，迄時陣已병下去，好병下去幫佢脆，然後脆幫佢溶。所以那是做了一種麥芽糖，安尼一夾吼，安尼要吹幾久？其實一餐都10分鐘左右。10分鐘，係嘛？就半杯水，係半杯水做咧，幫佢吹，幫佢溶。那你也是準備其他材料，只冰冰貼袂住啊。咩？保證你們不吃。然後到那保證你不敢食的，哎呦。咁強容易冰解咧，比例係幾多？你一冰要500克，500克，好。你阿動療癒哦，係心肝肚對頭家有乜意見？係對牙細奶朋友乜意見？係對牙嘅細蚊朋友乜意見出嚟咧？係冇？誒，難聽咧，要幾多嘅？冇數。我要線呢？好，跌到冇本冇嘅來呀！你自家是睇咯。星期有上就看到，你自家水位，而家係講咩啊？調價5分嘢啦，你調價要看嗎？調價都係看嘢啦。哦，哎呀，老闆你在推啦。那我還是不要出手好了啦。小朋友，這是不好的示範哦，好不好？哥哥有練過，叔叔不一定有練過，阿姨也不一定有練過。接下來是你的，哦，就按早說啊，好熟嘞啦。哦，哎，好4分的，嘿。哦，這個咧烤。其實每日烤到凍面啦。哎呀，除非可能搬到陽台，就佢個嗌嚟用年解做得冇？未做得啦，但係上次講聲音咧嚇，會搞佢從來面都變粉啦，咩去注意啲。做唔得太水出出嚟啦，做面，所以開樣嘢是做得咧。哦，就聊聊就水就做得啦。都有水樣嘢是做得咧，開始到佢做穩了的哦。出來了，好，出來。好，呢台是要啱未先來冰。堅果，應該你係先冰一半之後咧。好，然後一半等下杯都。哦，我剩一半。誒，堅果咧每月100克，好，然後巧克力每。巧克力，好，先每一半。其實要你係是等下你嘅你係我當小哥看一下，哦，推看一下。哇，你看。呢啲我糖全部全溶嘅咧，斜拍嘅，當場拍斜咗。係，呢一出係溶咧，啱啱先就個膠。好，我當我還有一點點芒溶，好就可以下。做啲當我大顆咧，你膠啊，看當我用。膠樣嘢，看佢溶嘛。好。哇！我講細眼看到一天當上來食，當香嘅。好，已經差唔多咧。差唔多啦。好，愛樹立嘅也係講。好，你來先拿出來。好，來，小心哦。好，你家嘅奶 cream 哈，還有你嘅棉花糖，全部用好誒，充分均勻。係，呢本都要嘅 cream 機嘅咧，棉花糖啊，咁唔會黏定。咩唔會黏定？係。你係咪要選好時間？佢會等下冷睇出會變。係啊，冷睇咪會傾移咯，所以好，你下水撈你係撈葱啊，行啦都倒落來，小心哦。哇，好，當然我咧是實實撈一膠膠嘅，好，誒，你看其實你從嗰啲講麥芽糖樣嘅，所以嗰啲實實撈嘅，好，膠膠嘅，幫佢都粘起來，應該冇想到棉花糖用整的吼，沒有按呢效果。按呢我就唔驚講係煮的時間啦，煮到出貨來的吼。係，因為一講係烤出來，又講咧烤肉這些是會烤啊，對啊。
其实讲用烤的，你看，创条上是冇注意，你看伊讲用烤的啊，伊个烧烤店啊，烤了的麻糍啊，烤了的梅有可能会烤到手火烂的，嘿，你不用太脆，嘿，唔会失败，零失败，嘿。用搅搅的哈，搅爱是来去冰到了的。好，模具底部肚盘呢？啊，底部哈，爱是冰一烤盘子，烤盘子。好，冰下来。哦，是哦，我们来去控下意思嘞。哦，这一天来小时的时间哈，冇给冷，嘿，冇一下子冷起来。其实咱们係用巧克力的概念来做哈，那个。隔水加热的法哈，没做得。巧克力做得很真嘛？没做得啦，没做得用脆啊，爱讲用了巧克力啊，了都时阵做得用脆的。我上多嘅係好係幫下裝皮下好水球，你下間已經條通。哦，係條。有槍。好，沙來農家純那個。純的堅果哈。堅果邊上糖包。有糖果樣嘅。我糖都該上嘞，噼里可樂。所以遐凉的時候，去試到是會切切，好，還有巧克力，成嘅最好嘅咧。哇！西柚醬，你講緊你整好喺冰我冰上幾久？咱都會冰10分鐘左右，所以冰不會冷我一直做咧。我看一下，係，含一勺，你差唔多15分鐘好咧。好，啱啱對啦。變一下。好，冷藏哦，哈。冷藏15分鐘轉來，你還開始食甜食。哇，很香哦，而且好香哦。好晒切的啦。我想要赶快吃。应该是跳跳，我们讲话应该是不会切。心情都变得浓厚哎。心情变得好好哦。巧克力啊，那都好。我听牙医师的安尼，正经演员看当像沙琪玛的感觉。像沙琪玛，我是用那花生糖哦。糖。哇。哦。好想吃哦。你在切的是样样，切样样。你老该大行都做得单独吃的东西，夹穷哈。我拢讲，迄拢太家讲，你有只铺这迄用整的，一定唔上心，来大家以为唔进烤箱，知嘛？冇。你系甜点村，你听话用烤的啊，那都其实应该是用冇控咯，就是好了咧，都是吹啊，全部配控下。好厉害哦！哦，真系切的。我來就是真係做 party 吼，我做了睇家爸到見媽媽動力吼。好，是嘞，先冰一下哈。对咧。其實啊，也唔單唱食嘢好食，太人一天要動好食啦。好漂亮哦！大家知道食一杯茶。茶我是配咧咖啡啊，咖啡啊，做的。金白，而且上到个旋转木马的音乐。真劲哈，安尼做的哈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好啦，等下本音帶轉以後啦。感謝你一定懂好。其實係孔乙來啊。哎呀，孔乙來，原來自家做。係啊，你睇咧，後背咧就做咧自家做啊。看到咧哈，心情都變得很好，好像回到小時候，係吧？龍太甲講，你想唔到誒，用整的料理，很多乜嘅綜合堅果雪 Q 餅來啦。我很喜欢那个扎实的口感，是平常时，平常时是沙琪玛的时间，它有点松松散散的。不过自家做，你有嘎懂多的东西，我就觉得
好想念那个感觉哦。哦，哎，莫爱上到家哈，你爱病啊，你不下就生日也系要龙年家家。一天会准备一包，就会想是东西一些，有冇想有负担一些，就会那病了些，唔过想去动到，病到唔得用解晒，你就会性解失败。係啊。我愛結交嚟食，是咱大娘嘅啊。好好吃哦，我要哭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哭吗？干嘛哭？因为啊，我设计我就想到，以前阿伯卡，去拜神敬神的时间，唔要买贵包的沙琪玛油，我想是莫吉多啊，然後來真係哈婆啊，這樣不一扎兩张。我最喜歡怎麼吃它，你知道嗎？捏它，捏到圓圓的或方方的，因為它比較鬆嘛。要麼這個很像我們在捏的時候，我很喜歡那個扎實的口感。是平常時，平常時是沙琪瑪的時間，它有點鬆鬆散散的。不過自家做你有加懂多的東西，我就覺得。好想念那個感覺哦！哎，我愛上到家哈，係就係因為你係病啊，你不下就生日也係要龍年家家一天會準備一包，嘴饞的時候就會想是東西一些有冇想有負擔一些就會那病了些，唔過想去動到病到唔得用解晒，你就係性解失敗。係啊，我想講誒健身啊，你個唔係賣一包健身，一包哇，所以當幫牌嘅你啱啱是啱啱。東幫買一百啊，所以擺10包餅，呢個心態實在做了。哎，好好咯。哎，不過我哋家都唔記得你係用整呢。你看，你今日做什麼樣子？哎，你有沒有記好？哎，我現在正要寫起來。整好嗎？應該講誒，看三講出，誒，其實是從愛講到啲四川湯，看嚟都係菜式，但是今日。我全冇用國產的，冇佢。真嘅，東西準備好咁，看那一吹，用尖的那一吹，嗆嘴那一吹，餅兒的媒介是奶油啦、棉花糖啊，那一吹，樣樣開起來是做得嘞。真嘅，我真嘅想唔到，雖然講我哋有啲東西做得用整嘅，譬如講剛才講嘅嘛，蒸蔬菜嘛，不過冇想到做得做按用嘅料理已經有好多嘛。有，既然吼接受我們挑戰，跟下擺做下那都用整。好啊，拜託，你看東沙片呢。媽媽有創意啦，你講更加寫起來嘛。我攏講哦，其實啊，你喺台灣當到異國嘅料理。譬如講去吹外國，唔係食到當到，你台灣也好，中國嘅料理。不過啲屋卡做得煮安樣嘅料理，不過你係外國人，也係自家鄉親來食，你都懂面子，懂什麼阿餅糕，好冇？俺不要呢煮嘛個，煮嘛之前想一下，佢要用整呢，有本當到嘅想法冇？嘿，唔記得嘅話唔怕，你會重播，我中意呢大家記起來，好冇？當然啦，準時要收看你家家有好食。歡迎國家來主席。張來了，我愛夾夾聲。好，家有好食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今日係來做咧四川的脆嘅菜式，本大家看。好，今日又做咧脆嘅燉飯、乾肉羹，還有甜點。去豆腐下做啲凍簡單，有啲脆嘅方式，來做冇強濃嘅菜式。哦，有啲四川嘅菜式，未做得用脆嘅，和豆腐下未做得強硬下盤做，春做得用下拿出啲菜式。